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總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這種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1月14號禮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先來關心民進黨市長初選，14號暗時將要進行台南市長初選民調。民進黨高雄市長參選人賴瑞隆上午再度來到台南，小挺林俊憲。除了鬥3天敲電話拜票，同時展開最後一波的車隊掃街，呼籲民眾愛收掉關鍵電話。雙方嘛互相贈送吉祥物，希望台南高雄連線幸福實現。拄代表民進黨出線參選高雄市的候選人賴瑞隆，14號上午再次來到台南小挺林俊憲，並且佇林俊憲的服務處來鬥3天敲電話，呼籲民眾愛收掉關鍵的電話民調。今日就是咱台南的民調電話吼，拜託你唯一支持林俊憲吼。你這通電話影響到咱台南的未來發展，上優秀的人選，台南市長的人選就是林俊憲。拜託你下暗的6點到10點半，請你一定要佇厝了掛電話唯一支持林俊憲，安尼好不好？拜託你拜託你我是賴瑞隆啦佮拜託你謝謝請唯一支持林俊憲，下暗掛電話守護林俊憲，守護台南，感謝拜託謝謝。立委林俊憲強調，今仔是民調最後的一天。每一通電話攏非常的重要，一通電話就有可能會決定輸贏。呼籲支持者大家小招正派來收聽。今天非常感謝我的好朋友，我的戰友我們未來的高雄市長賴瑞隆，他再度到台南來，因為我們昨天的車隊遊行掃街還沒有完成他說他今天是另外一半要繼續陪我走完。我說那一大清早又到台南來。而且呢，他今天特別也送我一個小禮物是他的幸運的這個小禮物我待會請他來說明。那我們待會要互相互贈一個我們彼此的一個信物了就未來如果我們一定會雙雙當選，那我們會做最好最密切的合作。其實每一通電話都非常重要就差你這一通電話，所以我們也一起在這裡呼籲我們台南市民
今天晚上大家都在家裡守候電話也懇請大家一起支持台南最好林俊憲。今天台南非常重要了哈，今天晚上是台南非常重要的一個晚上，所以要拜託所有的台南的市民，晚上一定要留在家裡接電話，唯一支持林俊憲。林俊憲是最好的台南市長候選人。林俊憲過去以來有非常豐富的一些成果跟經驗。那今天也特別再次來獻上我最大的祝福，也希望大家跟賴瑞隆一樣，然後一起來支持林俊憲，讓他來帶領大台南繼續前進發展。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賴水流嘛特別致敬家己的幸運舞，向前夢想甲着希望的黃色小鴨和林俊憲，毋望林俊憲用個親像黃色小鴨同款，生在台南的希望。而林俊憲則是回敬2011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期間提出的3隻小豬計劃的小豬鋪滿，希望台南甲高雄連線幸福會用的來實現。謝謝加油哦，加油哦！南高連線，南高連線，幸福實現，南高連線，幸福實現，南高連線，幸福實現，林俊憲動手。接續林俊憲甲着賴水流嘛登上一台紅色的皮卡，展開車隊的掃街，沿途鄉親熱情的握手，未少的民眾經過時嘛向2個人來比讚，展現民意對着林俊憲的支持甲着期待。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電話民調進入最後關鍵，立法委員陳廷輝上午展開車隊掃街。特別感謝芙蓉王王世堅立委再度南下相挺，陪同陳廷輝為伊出生地起跑，展開最後衝刺，號召市民今暗做伙守住電話，守住希望。14號暗時是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的民調，立委陳廷輝佇個民調最後一天關鍵的時刻，來到伊的出生地中西區的東岳殿附近。收到未少鄉親的支持，甲着愛護，伊懇請37區的市民朋友做伙來到三江，佇厝內顧電話。伊強調，真正的公道會來自每一通的電話，每一份的民意。只要通過陰暗的民調，人民就應該迎接最後的勝利。在這段時間，人民給我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尤其在我每一場的不論是跟人民的接觸，或是我這一次的鐵馬37區所感受到的，真的是人民的支持。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我沒有辦法走到今天哈。他們給我這些力量，我希望我能夠用這樣的力量，用查囝顧家心情來顧台南這個家。那我從很多人民的眼神看得出來，他們有期待。台南要一個女性的市長，用不一樣的溫暖的角度，用不一樣的柔情，然後溫暖、堅強、韌性，來為台南創造不一樣的未來。所以我很感謝所有的好朋友、鄉親們、人民們一路陪我走到今天。我相信我們今天晚上，我們所有的組織、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後援會都開始動起來。相信大家都會在家等電話，唯一支持陳廷輝。在最後一天衝刺的階段，立法委員王世堅嘛再度南下支持陳廷輝。伊表示，伊對陳廷輝充滿信心，是目前贏率上高、贏面上大的人選。一路行來，面對大軍的壓境、派系圍攻，陳廷輝攏展現樂觀、勇敢來向前。我今天來，其實我用意很簡單。我是要陪着我20年的好朋友廷輝，我要陪着他度過今天，就是要印證一件事：廷輝已經通過考驗，邁向勝利。所以你看，我們廷輝從今天一早開始，你看他現在他的神情就是這麼堅毅，這麼強韌，這麼勇敢，因為面對大軍壓境，派系圍攻，那我們廷輝後，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而且我相信，在今天晚上，我們所有的台南鄉親會給陳廷輝一個公道。那陳廷輝很欣然的來通過考驗，邁向勝利。
在接受媒體訪問過後，立委陳亭妃甲王世堅在服務處人員的陪同，嘛進入東岳殿，向着仁聖大帝來上香，並陪同陳亭妃車隊來掃街拜票。王世堅學了陳亭妃問情踏實，親像地方鄉親的肯定。尤其騎着腳踏車一步一腳印，騎過台南37個行政區，展現進前毋捌有的行動力甲忍耐力，用個講是上堅強的女性代表。王世堅表示，陳亭妃絕對有條件，用個成為台南第一位的女性市長。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新寮鎮瀾宮日前收穫開基利馬的金身，意外發現神像的腹內有藏着另外一尊神像，引起外界高度的關心。為了見證這項罕見的文化資產，廟方決定在17甲18號2天舉辦開基利馬的中宮聖座以及回鄉示警大典，以設為14號上午正式揭開序幕。金沙鎮不只是一套動作機藝，更是地方信仰甲代代相傳的文化力。這回因應新寮鎮瀾宮回鄉示警大典，嘛正式為正殿揭開序幕。去年6月中旬，因為廟方進行鎮殿開基利馬金身守護，透過照電光，意外發現神像腹內藏有另外一尊神像，引起外界高度關心。對此，副市長葉鐵山嘛特別來到鎮瀾宮參香，了解這段全國罕見的文化資產價值，嘛肯定全體董事甲功德主的用心，邀請大家共同來見證。非常珍貴的這個馬中馬伊內底，包括內底一部的物件，攏做一個完整的調查了，重新入頓安尼吼。不過這攏是一個文化資產珍惜的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過程。所以我非常敬佩咱的這個委員會，大家非常的這個重視。透過這次的這個鎮殿二馬收穫圓滿。嘛來要做一個回鄉繞境，互這個地區性更加平安啦吼。收穫完咱二馬，嘛來只是講提起講要來回鄉，來莊來繞境，吼，這個活動，各界吼對咱新寮鎮瀾宮咱開基二馬的關心較贊助。這回新寮鎮瀾宮開基利馬中宮聖座甲回鄉示警，廟方選定17、18、2天隆重舉行，到時嘛搭配藝文市集、新寮文化藝術節來辦理，歡迎各地遊客前來聖殿觀禮祈福。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台南市第15天前就講要起小巨蛋。好不容易在114年用運動藝文休閒園區規劃委外經營案，不過高達233億的標案，也是無廠商有意願。因此，議會財經委員會特別召開座談會來了解。在會中，台南市政府坦承，小巨蛋的標案需要縮減規模，重新修正，和廠商願意投資。唔過嘛，證實好事多將要投資46億，在輔導新的基地，即馬就等待正式簽約。15天前，台南就打算開發小巨蛋，唔過到114年，在聖山路的輔導新以運動藝文休閒園區所規劃委外經營案，目前這兩個招商也是無成補未出來。議會的民意壓力，14號財經委員會嘛邀請市府官員前來座談。召集人議員王家珍以一路行來力挺，也是質疑輔導新繼續發臭小巨蛋的美夢敢會成真。15年了，進入16年，賴市長成為賴總統，已經是1年多、1年半過去了。可是他最熱愛的，讓他起家的台南這塊土地，到現在仍然是荒煙蔓草。對此，財稅局長謝丁清，目前台南輔導新的基地無發臭，除了有社團醫療簽約委外投資76億，嘛正式 Costco 已經完成46億的預約，就等待正式簽約。
雖然輔導性的開發現況已經有122億的投資，不過小巨蛋233億的規模，究竟當時會當美夢成真？就目前我們朝的方向就是檢討它的規模，是不是可以在，比如說我蛋的規模是不是可以降到15000，然後降到15000之後，相對的其他附屬設施的規模就不需要那麼大，那這樣的話可能就會有機會。台灣的巨蛋經濟持續發展，相對台南的市場競爭也是一大挑戰。市府如何調整標案，降低量體規模，財務評估，增加潛在廠商意願，全民都得看。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議員蔡宗豪串聯無同的力量，提出5日出動寒冬送暖公益行動，將溫暖送入去社區。這屆送愛對象除了低收入戶，閣擴大到中低收入戶，包括中西區甲北區，大約1500戶，會當佇年節進前感受社會溫暖。甲社團代表、企業、廟宇、公所，台南市議員蔡宗豪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5日出動寒冬送暖公益行動內容甲發送規劃。要感謝我們這5例啊，第一例就是我們的婦女的力量，我們新百合大台南新百合婦女會。那在第2個要感謝我們宗教信仰的力量，所以感謝我們福安宮，還有我們的萬福安。那再來要感謝我們社會的企業的力量，感謝我們的小豪州、沙茶魯。那接下來要感謝我們年輕人的潰爛啊，年輕人的熱血，感謝我們的陳順青年。那最後再由我們的公部門一起把它串聯起來。實際物資發送將分別佇北區甲中西區進行，其中北區有計發送827號。1月23日在dinga寮福安宮辦理，中西區有計發送674號，1月29日在開基萬福安進行，總共照顧超過1500號家庭。這屆送愛對象除了低收入戶，更擴大到中低收入戶，由蔡宗豪協調，形成穩定的關懷網絡，讓善意變做具體行動。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1960年代南部規模上大，是濟台南囡仔回憶的元寶樂園。現主時正式重生，變成北橫公園重新出發，為北區加添一個新的親子場所。北區區公所嘛共步舉辦懷舊動員參觀活動，吸引真濟親子家庭到場參加。360度的旋轉木馬蹺蹺板、旋轉秋千，還有磨石子溜滑梯。北區的北園公園就坐落在1960年代南部規模最大的元寶樂園舊址。遊戲場以懷舊元寶樂園為主題，展示天人與元寶樂園的老照片，仿佛走進時光隧道，讓大家重溫昔日觀光盛況。開箱活動結合一系列的懷舊童玩闖關，將溜滑梯巧妙設計成巨型彈珠台，現場還分送棉花糖和爆米花，讓親子體驗跨世代的遊戲樂趣。這是有歷史傳承演進的，以前這是做做亂。差不多都變做較廢棄、較輕拍的，可能各種亂七八糟，今麥經歷較多水的，還佫加上特色遊具，一般大家介意。北區公所向國土署爭取5000萬經費打造的10座兒童特色遊戲場，已經全部完工啟用，成為台南遊戲場密度最高的區域，還整合發表北區遊戲場地圖。它每一個遊戲場它是有分齡設計的，有2歲、2歲到
到5歲，有5歲到12歲，甚至也有2歲到12歲的一個遊戲場。那每一個遊戲場呢，都是有在地的元素及透過公民參與來完成。串聯17座特色遊戲場，周邊美食與景點，方便家長規劃一日親子遊程，呈現北區宜居的魅力。記者宋懷棠的報道。台灣的代表性美食小籠湯包，深受國內外民眾的喜愛。在高雄前鎮有一間店，主打用手工現點現做，到食美味，不止在網絡有超懸的人氣，更加被封做高雄第1名。用筷子夾起湯包，湯汁順着故意破開來的小口不停往下流。開在前鎮的小籠湯包店，在網絡上受到眾多饕客推崇，更因為多汁鮮甜的滋味，被封為高雄第1名小籠湯包。那我們在這邊的主要產品是湯包、炒麵、炒米粉，這3個是我們主要的大宗。這樣，那我們的油的比例也盡量能降低，盡量降低，但又不能到說完全沒有，不然它其實會柴。這樣，那我們的肉是都用。我們用每天的溫體豬在製作，在店裡面我都是能夠盡量用最新鮮的東西，我盡量都不會用隔夜的東西。其實我們這個行業別就是，你說要很注重什麼，我覺得就是真材實料。年輕創業的老闆做事絲毫不馬虎，尤其對食材製作有自己的一套原則，不僅要用溫體豬，還只用母豬，來杜絕食物中豬騷味的存在。更為了不被肉商欺瞞品質，除了親自走訪現場，還天天聞生肉的味道，來確保豬肉的品質是否如常。現在這邊在用，那我樓上又繼續打，就是一直持續以最新鮮、品質最好的麵團，一直持續的在做餐點的製作。那肉也是，像我們打完的肉，我們就是保鮮膜封好，然後冰在每一台冰箱。那我裡面的冰箱也會，飲料的冰箱就是飲料的冰箱，生肉的冰箱就是生肉的冰箱，一定要完全的分開。我們的湯包，我們每天早上是現包現賣，所以我们店裡的人才會有時候人家會覺得說，為什麼你們要請這麼多的人在幫忙？因為大家要一直包啊。如果你今天用機器，你可能一個小時你可以包1000顆、2000顆，可是你人呢，你1個小時頂多包個200顆、300顆。所以我們只好用更多的人力去取代我們所堅持的品質，這樣。靠着一步步對細節的堅持，這群年輕的小夥伴不僅受到許多饕客的認可，就連大型企業、學校也看到他們的認真負責，選擇長期穩定的合作。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歷經多年的整建，位於桃園的林業故事館，在今年正式開幕。第一棟的展覽以在地竹林產業作為主題，呈現100年林業發展，也閣有文化記憶。在地議員蘇維恩也建議，會當結合青年加創新的資源，來活化場館，成為推動原住民文化再生的重要基地。歷經多年整建，位於桃園復興區角板山商圈的林業故事館，今年正式開幕。首檔常設展帶領民眾回顧山林跟產業共生的歷史，從泰雅族人早期跟森林友善共存，到產業需求下林業發展的轉變，並通過竹材在農業、工業與工藝上的多元運用，讓民眾重新認識當代林業與永續管理的重要性。在復興區啊，還在做砍伐的這個林業呢，這個種類就是桂竹。森林保護的法案慢慢發展了，越來越完備以後啊，目前為止我們的桂竹的這個產業的發展，還會有一塊這個很大的需求，就是我們的國有林、樹林、竹林呢，如果沒有被管理、沒有被整理的話，它會有很多的這個倒塌啊，或者是很難進入的問題，所以我們也這個在復興區呢，有很多的這個伐竹的工作者是在管理跟整理我們的竹林。那整理出來的我們的竹材呢，就可以用在農用上面，用在工藝上面。那我們希望呢，這個我們的這個場館的這個展覽的介紹呢，能讓我們的這個來訪的遊客或者來訪的在地人或關心林業的人，可以更多的認識我們當代的林業以及對台灣的貢獻。
復興區公所區長蘇佐喜表示，林業故事館前身為林務機構宿舍，經市府整修後賦予了新生命，未來將由區公所營運管理。場館除了保存林業歷史外，也將串聯角板山、小烏來、溪口吊橋等周邊景點，打造深度旅遊路線，期盼遊客不再只是走馬看花，而能深入了解復興區的林業脈絡與文化底蘊。因為復興區是一個自治區，所以未來林業館會移撥到公所，所以我們後續要做好營運。那第二個是說，林業館以後怎麼樣能夠跟我們復興區的包括角板山包括復興青年活動中心包括風管處的蔣公行館，怎麼樣做一個帶狀的連結，還有包括林業館過去的林業署、林務局在這邊的一些過去曾經在角板山這邊的努力，還有經營的這個歷史我們都應該做一些呈現讓所有來復興區這裡來旅遊的遊客有深度旅遊的體驗。桃園市議員蘇偉恩指出，林業故事館不只是歷史場域，更具備文化再生與青年培力的潛力。未來若結合新創基地跟地方創生資源，開放青年團體跟在地協會進駐，將有助於活化空間，挹注創意能量。他也表示，將持續在議會關注資源審核，協助打造多元運用的文化平台。那因為現在我們復興區那有很多的一些年輕好朋友們，那都開始想要為這個部落發想了，所以這個包含很多的青年一些組織，包含協會或是一些地方創生的一些團體，那他們都會面臨到沒有場地可以使用的地方。希望未來如果能夠把我們的林業故事館能夠打造一些青創的一些基地，那讓這些年輕好朋友們除了協會或甚至是一些這個地方創生的團體能夠來進駐，那更能夠來活化我們林業故事館的這個空間。那它也是比較獨特一點，因為從日治時期到現在，那也算是活用像這樣子的空間。林業故事館的啟用不僅是老建築的重生，更象徵復興區文化記憶跟產業精神的延續。透過文化保存、深度旅遊跟青年參與，復興區正逐漸拉近人與森林、土地之間的距離，為地方注入新的生命力。記者林濤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1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你還講袂聽？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這我攏知啦，但是該做嘛愛做。給來做啦！你這個唔怎麼做上去啦？對，趕緊別叫 boss。愛我們才有福氣啦。原來是夢，阮查某孫攏講伊今日那時陣叫我愛看你去吃紅地蛋。準備好。好，行。做了，用心一解解決，給你做哦。請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
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